咁所以我覺得佢嘅強度咧，其實屬於中等嘅水平嘅啫。你話靠轉贏人咧，佢又轉唔贏人；你話要好打咧，又好似冇蒼龍天馬咁好打。但係佢唯一有一個係好勁嘅地方係。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した。歡迎翻嚟用心製作嘅頻道，我係 Jimmy。啱啱個腕龍出完冇幾耐，又出多3隻陀螺，就係我哋嘅 BX50抽抽包、天馬嘅復刻，以及今次嘅重點 UX20女武神。咁而呢3個開訂嗰陣咧，我係完全搶唔到嘅，係我朋友幫我揾到翻嚟嘅，感謝感謝感謝。咁我哋事不宜遲，即刻開箱。咁你先嚟開天馬座，咁天馬座由於佢屬於一個復刻嘅陀螺啦，咁所以咧其實都唔係話咁用得噶啦。咁比較好咧就係佢會有一個藍色嘅發射器，以及我冇嘅配件370RA啊。咁我自己都幾中意3系嘅，咁所以我覺得今次呢個配件係非常之好嘅。咁天馬座嘅上蓋嘅重量咧係30.6克嘅，過於輕嘅上蓋咧唔好對佢有任何期望。最近我見到接近呢一個重量嘅上蓋咧，就係暴風巨神。然之後下一個抽抽包，咁今次嘅抽抽包咧，如果我可以買到嘅話咧，我係想買齊全套嘅，因為01、02咧我都想試下勁唔勁之餘咧，咁其他咧會有一啲唔同嘅配件，所以咧我都想係集齊佢。OK， 咁睇下我呢個抽抽包抽到啲咩啦？3、2、1。02喎，咁02跟嘅就係一個660嘅固鎖同埋 TP 軸，咁佢上個重量嘅部分係37.32啊，咁而且咧佢今次呢一隻咧係非常之圓嘅啦，咁所以可以試下佢玩持久型睇下夠唔夠神像做啦。第3盒女武神嚟啦，咁女武神咧一樣有跟個旋風發射器啦，咁佢係深藍色，然後搭配金色，咁你可以見到呢個旋風發射器佢嘅顏色咧，其實係呼應翻女武神嘅本體同埋佢附送嘅 LF 軸。咁今次嘅噱頭咧就係女武神嘅彈簧系統啦。咁由於今次女武神係冇固鎖嘅部分啦，你見到佢金色呢一 part 咧，其實就等於係固鎖噶啦。咁女武神加埋一個固鎖嘅重量嚟到43.5克嘅，咁一般嘅固鎖重量大概係6克嘅。咁而佢嘅彈簧系統咧就係成個上蓋啊，除咗固鎖以外咧係識轉嘅。佢個彈弓算係有力嘅，但係我覺得唔算話非常之硬。我自己覺得應該冇咁犀利嘅，到底佢係唔係呢？我哋就要實戰嚟睇下啦。咁我哋首先試呢兩隻啦，神將 160H 對上新嘅呢隻抽抽包 02760H， go shoot！ 上咗軌一下，嗱呢度咧我哋減咗少少嘅速度，我哋耐久力係俾人哋降低咗嘅喎，但係神將彈人哋都幾勁喎。喂，開始歪咗，大鑊！02好似唔係好穩，但係呢個時候神將衝埋嚟打咗佢一下，鹿死誰手咧？哇，好似我哋隻02係比較係唔穩嘅。OK， 試下換佢960 3、2、1 go shoot！ 今次只要唔好俾佢打上加速大嘅話咧，我覺得係有得一戰嘅。今次我哋攞咗中間位。反擊能力其實望落去咧就同神將係差不多嘅，咁但係咧當我哋俾佢打飛嗰陣咧，好似我哋嘅02係比較容易歪嘅喎，佢係好容易唔穩啊，好容易暈啊。OK， 都係神將贏。神將唔夠轉，咁如果對上天馬爆擊 W 橫960H 咧 ，go shoot！ 對上天馬爆擊，重量級人馬。今次好似咬得比較近少少，我完全打佢好似全部打晒落天馬個 W 環度喎，係咁咳喎。打下咧，你見到佢都開始有少少歪，哇！呢個戰鬥有啲搞笑喎，完全食喺 W 環嗰度喎。你見到咧係咁喺度不斷親吻，近距離嘅戰鬥，哇！搖得非常之快。哇！連天馬爆擊都唔夠打喎，呢一隻走遠啦。咁然之後嚟到重頭戲嘅女武神部分，咁女武神我會先幫佢試下用 NR 軸 go shoot！ 女武神一開波已經打咗一波，有 feel 到佢個彈簧嘅力量嘅。但係咧，其實女武神咧望落去嗰個上蓋咧，都係搖得比較勁嘅。哇！
你睇佢，哇！大鑊歪晒，唉，好明顯見到咧 ，NR 係完全唔適合佢喎。你見到佢斜咗之後咧，完全救唔翻嘅。R 軸 Go shoot， R 軸，喂！一嘢將佢打飛咗喎。我哋分開落啊，先落神將 Go shoot。3, 2, 1, Go shoot！ 哇嗱，分開一個，你見到個戰鬥力咧係爭好遠嘅。啊！打到佢2-3下之後，仲有冇力咧？佢未去到可以將佢彈飛嘅程度啊！係大魔王始終係難打。OK， 嚟啦！女武神，EK！ 哇！飛咗出街啊！女武神，女武神係唔會輸嘅。你攞住。女武神，有 feel， 呢下係有 feel 嘅，但係佢始終係打唔到佢出街啊！第3下，哇！似係彈到自己出街喎。今次用一個定中軸，有個正方。喂，好似有料喎！嗱，今次我用咗呢個，我都唔記得咗咩軸。今次試下 K 軸，K 軸女武神，哇，好大力喎，好似，哇，大鑊啦，電腦大爆炸，女武神，哇，暫時我 K 軸最有 feel 啊！哇，好亂啊！好啦，激戰完一輪之後咧，咁啊講下我對呢隻女武神嘅評價啦。咁如果大家手頭上有呢一隻嘢嘅話咧，其實可以自己留意下入邊嘅彈簧咧，其實得一個嘅啫。咁所以呢一隻咧平衡上面咧點都係會唔平衡嘅。咁再加上佢做工問題咧，其實佢係比起其他嘅陀螺，自己覺得係鬆多少少。所以任何唔緊緻嘅陀螺咧，你嘅轉速都會跌得好快。咁如果你想進攻嘅話咧，可以試下玩 K 軸啦，或者其實我想試呢個 LO 多少少嘅，但係 LO 咧我而家目前手上冇。咁成隻女武神玩落去嘅感覺，我覺得佢有少少似紅天馬嘅弱化版同埋蒼龍突擊嘅弱化版咁樣嘅感覺。咁所以我覺得佢嘅強度咧，其實屬於中等嘅水平嘅啫。你話靠轉贏人咧，佢又轉唔贏人；你話要好打咧，又好似冇蒼龍天馬咁好打。但係佢唯一有一個係好勁嘅地方係咩咧？就係佢裝任何軸啊，佢都係好緊嘅。個軸幾乎係唔會爆，所以我最想試其實係 LO 軸，因為 LO 軸本身冇防爆，然後佢又有持久力，但係嗰個持久力我唔係諗住攞嚟轉贏人嘅，我係諗住保持佢嘅轉速，然後喺高轉速嘅情況底下用佢嘅彈簧去打反擊。所以結論嚟講咧，呢隻我覺得係可以玩，但係未去到非常勁嘅一隻陀螺。好啦，咁以上就係今日嘅爆旋陀螺影片啦。咁大家中意睇記得咁樣個 like 同埋訂閱個頻道，同埋記得 follow 埋我嘅 IG。我哋下條影片再見，subscribe。